7月6日，辨識恐懼。我們各種缺點的主要激活劑，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恐懼感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60頁。當我感到不舒服、氣憤或痛苦時，我就會恐懼。這條兇惡和逐漸腐化的繩索，是我痛苦的根源。對失敗的恐懼，對他人看法的恐懼，對傷害的恐懼，以及其他許多恐懼。如今，我找到了一種更大的力量，它不會讓我繼續生活在恐懼之中，因為我在此的生活充滿了自由和歡樂。我不再盤着那些性格缺陷生活，這些反而成了我馭走生活的寫照。第7個步驟是要求我們從這些性格缺陷中解脫出來的工具。我祈求他的幫助，來認清自己性格缺陷中隱藏着的恐懼感，然後祈求上蒼將我從恐懼中解脫。這種方法對我來說十分有效，而且從未失敗過。這是我在 Z 的偉大奇蹟之一。